市场要来关心，这是租厝的市场，因为囡仔生少，加减影响到细厝的市场。9月开卡较大，算已经1个月啊。学生囡仔拢已经去读册啊。另外，外地学生有的是住学生宿舍，有一寡会伫咧学校附近细厝。因为即马学生囡仔变较少，嘛加减影响到租厝的市场。根据统计，咱看到规台湾大学附近要租人的空厝，最近3年增加超过2成4，拢囥咧市网。街路四界拢会当看到细厝的广告，真侪套房拢咧等厝卡。过去学区的套房拢是新抢新赢，毋过即摆社会囡仔愈生愈少，影响到细厝的市场。靠收厝税咧生活，厝头家感受上深。以前一抛出去，学生电话就来了，很快就租出去了。现在比较难，也有人看了，但是他们就会考虑比较多，少子化是其中一个。过去大学一个放榜，休热7月8月，学区的套房学生拢会来敲电话要看厝、细厝，电话接袂完，厝一个啊就踅出去啊。毋过即马已经到10月啊，煞也是有厝无踅出去。根据网络的统计，全台湾公立大专院校附近无人踅厝前10名，前4名拢伫台中市。第一名是中国医药大学，为2017年的1583间，到今年的1962间。第2名是台中科技大学，为1368间到1700间，第3名是台湾体育运动大学，今年到今各1618间囥咧用，全部拢加超24%。在单一商圈，譬如说只有一个学区就没有任何东西，这种的风险就比较高，房东就会降房价或是增加配备。卖厝的业者认为，其实空厝的变多是正常的，因为时间愈久，厝就会愈久，无人要睡，时间就会变长。不过囡仔愈生愈少，对细厝的市场造成的是全面的影响，袂干那影响到某一间大学附近尔。若是厝头家希望厝会当赶紧踅出去，凡细甲厝税降落来，真紧就会当找到厝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